到各位老友記，你哋有冇試過咁嘅情形？朝早醒嚟一推開張，被對腳伸落床，腳板底一踩落地板，膝頭哥硬到好似唔係自己嘅，要坐喺床邊成分鐘先敢企起身，跟住去廁所嗰幾步路，關節發出咔咔聲響，兩條小腿又掹又軟，對腳重到好似拖住兩塊大石頭咁。好多人遇到咁嘅情況，只係搖搖頭，覺得年紀大咗自然係咁噶啦。但我同你講，千祈唔好當佢冇到，你對腳其實一直喺度向你發出最後嘅求救信號。你諗下，如果你由得佢退化落去，行兩步就痛，到最後要坐輪椅，要仔女扶你去廁所，你間屋就算有幾大，仔女有幾孝順，你都唔會再覺得開心，因為你冇咗自由，冇咗做人最基本嘅尊嚴，甚至變咗仔女嘅負擔。呢種感覺先至係最磨人嘅。但係你唔使驚，腳佬唔係冇得救。我今日就係要話俾大家聽，只要用啱方法，70、80歲一樣可以自己行得走得到，而且唔使花大錢去買貴價補品。解決嘅鎖匙就喺你每日去開嘅街市同藥材鋪裏面，用幾十蚊就買得到嘅3樣平價食材。好啦，事不宜遲，喺揭曉呢3樣嘢之前，如果你想以後都第一時間學到呢啲最地道、最省錢嘅養生方法，不妨先撳個訂閱，打開埋旁邊個小鈴鐺，咁樣你以後想睇返煲湯配方，想學養生，都隨時都可以喺頻道裏面揾得到，唔會睇完就揾唔返。好加好把鎖啦，我哋就先嚟搞清楚，到底點解人會腳先老？如果你唔明白背後嘅道理，就算我將食譜寫好擺喺你面前，你都只係盲目咁跟住食，唔會知道點樣根據自己身體嘅變化去調整。所以請你俾少少耐性，聽我講解一下，就當係幫自己對腳做一次徹底嘅了解。我保證聽完之後你會恍然大悟，原來以前一直用錯方法。首先你要知道，中醫睇手腳嘅問題從來唔會只睇手腳，你膝頭痛、腰骨炸、行路冇力，呢啲表面係腳嘅問題，但根源喺兩個內臟，肝同腎。我講嘅肝同腎唔係西醫解剖圖裏面嗰兩個器官，而係中醫講嘅功能系統。先講肝，中醫有句經典嘅說話，肝主身之筋膜。乜嘢係筋？唔係淨係你食牛腩嗰啲牛筋，而係全身所有連接關節、控制活動嘅軟組織，到包括膝頭周圍嘅雲帶、腳踭嗰條大筋，通通都叫筋。呢啲筋要點樣先可以保持柔軟有彈性？要靠肝血去滋養。你可以想象一下一條橡膠水喉，如果入面長期有水流流通，佢就會保持柔軟，點扭都唔會裂。但一旦水源乾涸，條喉就會慢慢變硬變脆，你一屈佢就啪一聲斷開。知道老人家嘅關節僵硬，屈伸困難，行路容易扭親，其實就係身體裏面嘅肝血唔夠，啲筋得唔到滋潤，乾咗縮咗硬化咗。然後再講義，中醫講言主骨，道生髓，你全身嘅骨頭強唔強硬係由漸氣決定嘅。漸精充足嘅時候，骨髓就會飽滿，骨頭就好似大廈嘅石屎柱咁，鋼筋水泥十足，撐得起成副身軀。但隨住年紀漸至，筋精一路消耗，骨髓慢慢空虛，骨頭就會變得疏鬆，好似俗語講嘅豆腐渣工程。所以你會發現後生嗰陣行幾個鐘都冇事，而家企多一陣都覺得條腰坐軟，對腳發飆，好似隨時會跪低咁。其實就係你副骨架開始唔夠力啦。當肝血又唔夠，腎精又空虛，呢個時候你身體嘅防衛能力就會跌到最低。中醫叫衛氣不足，跟住天氣一變，冷氣一吹，落雨濕氣重，呢啲風寒濕就趁機走入你空虛嘅關節裏面，到形成風寒濕痹。所以你會發覺每次翻風落雨之前，你個膝頭就變成天文台，柱痛酸坑一齊嚟，就係咁解。講到呢度，你可能會話我都有補啊，知道我日日食拿片㗎，點解對腳仲係冇力？呢個問題問得好，亦都係好多人嘅誤解。你試想一下，如果你嘅肝腎功能衰退咗，脾胃嘅運化能力又差，你吞落肚嗰啲拿片，身體根本冇能力去吸收、去運送，更加唔好講話將佢鎖入骨頭裏面，
結果啲毒片食咗落去，只係路過你嘅腸胃，轉個圈就排出體外，白白浪費金錢，仲可能搞到結石。所以真正有效嘅方法唔係硬塞營養入去，而係幫你嘅身體恢復接納同轉化嘅能力，即係要從根源活化肝準，都讓營養真真正正可以行入去你條筋、你舊骨嗰度。而我準備介紹嘅3樣平價食材就係擔當呢個角色。好啦，明白咗背後嘅道理，你而家應該好清楚，要對付人老腳先老，唔係單單貼塊膏藥止痛，而係要同時做到3件事：補肝血去柔軟啲筋，補戰精去強壯啲骨，同埋驅走關節裏面嘅風寒濕氣，都能夠同時做齊呢3樣嘢，而且價錢平到你日日食都唔肉痛嘅。第一樣要講嘅就係你喺港式茶餐廳糖水鋪成日見到，但從來冇認真看待過嘅桑寄生。你可能會話，桑寄生咪就係一味糖水加隻蛋，甜甜地當下午茶咁食。如果你淨係咁樣睇佢，你就真係浪費咗呢件寶貝。道桑寄生喺中醫經典《神農本草經》裏面一早已經被列為上品。佢最犀利嘅地方係佢寄生喺桑樹上面，吸取咗桑樹嘅精華，所以佢嘅藥性非常之特別。知道佢可以直入肝經同戰經，一方面幫你補肝血，去舒緩啲硬緊嘅筋，另一方面又幫你滋養戰精，去壯實啲骨。更加難得嘅係佢有去風濕嘅功效，都可以將積聚喺膝頭哥、膊頭、腰骨嘅濕氣同風邪慢慢驅散出體外，一舉三得。而且佢嘅性質好平和，唔會燥熱，老人家長期飲都唔怕。現代嘅研究亦都發現，桑寄生含有豐富嘅黃酮類化合物，呢啲物質可以幫你改善關節附近嘅微細血管，循環有天然嘅抗炎鎮痛作用，仲有助於平穩血壓。知道對好多有輕微血壓問題嘅老友記嚟講，係額外嘅一份禮物。咁樣嘅好嘢，你去藥材鋪幾十蚊已經有一大包，可以用好多次。你可能會問，到咁即係點樣食先最有效？就咁沖水飲？唔係，我同你分享一個我自己好中意嘅食法，唔單止好味，仲可以將桑寄生嘅功效發揮得更好。你需要準備嘅材料好簡單，桑寄生50克，去藥材鋪買返嚟之後用水略略洗淨，記住要用個煲湯魚袋裝好佢，因為佢係樹枝樹葉，唔裝好你成煲嘢會好多水渣。雙蓮子30克，記得要去芯，知道蓮治健脾虛濕，幫你開通營養吸收嘅通道。紅棗5粒去核，補氣養血，等肝血有原材料可以用。雞蛋2隻，預先煮熟剝殼。做法係煲裏面落大約1500毫升清水，將裝好嘅桑寄生包、蓮子、紅棗全部放入去，開大火煲滾，然後轉最細火慢慢煲45分鐘。呢個時候廚房已經香氣四溢，然後你將微咗殼嘅熟雞蛋放入去，再慢火煲多15分鐘，等啲蛋吸收晒桑寄生茶嘅香味同藥力。最後你可以按自己口味落少少冰糖或者黑糖調味。如果你有糖尿嘅問題，唔落糖都一樣好香醇，因為紅棗本身已經帶有天然甜味。呢個桑寄生蓮子紅棗蛋茶，你每個禮拜食2次，揀下午3點幾肚餓嘅時候，道既可以取代冇益嘅零食，又係一道補肝鎮、強膝蓋嘅養生聖品。你會發覺飲咗一段時間之後，朝早起身嗰種僵硬感會慢慢減輕，行樓梯嗰陣，膝頭哥好似多咗一層軟墊，冇再骨磨骨咁痛。好，跟住落嚟我要講第2樣平價嘢。呢樣嘢平到你唔信，超市、街市、雜貨鋪幾蚊港幣就買到一大袋度，但佢嘅功效絕對唔平。佢就係黑豆。中醫5行學說裏面，黑色對應嘅就係賤，所以黑豆自古就被稱為賤之谷谷，係補五嘅代表食物。你睇下粒黑豆，知道外形似唔似一個迷你嘅箭狀？大自然就係咁神奇，佢哋嘅形狀已經話咗俾你聽，佢嘅用處喺邊。但黑豆嘅補緊唔係亂補，佢有2個好實在嘅作用。第一，佢可以補充緊嘅精氣，轉化為骨髓，去充實你疏鬆嘅骨骼，讓你對腳企嘅時候感覺有根。第二，佢可以利水消主，好多老人家下做企得耐或者坐得耐，
到對腳就會浮主，膊頭位置勒出一條深痕，呢啲就係因為煎虛導致水濕排唔走，積聚喺下半身。黑豆一邊補煎，一邊幫你將多餘嘅水濕從小便帶走，到雙腳自然會變得輕盈，行步路都爽快啲。現代營養學亦都支持呢個講法。黑豆含有極高嘅花青素、大豆異黃酮同優質植物蛋白。花青素係好強嘅抗氧化劑，都可以保護你嘅骨細胞唔好老化得咁快。大豆異黃酮嘅缺槁同女性荷爾蒙相似，對於更年期後骨質流失得快嘅女士們尤其有幫助，可以有效抑制骨質疏鬆，都慢慢提升骨密度。但係就咁羹熟黑豆食，功效出唔出到未夠。黑豆質地比較硬，外層有層衣，脾胃弱嘅老人家食咗容易憤氣，消化唔到。度有一個好關鍵嘅步驟，你一定要做，就係炒。你將乾嘅黑豆放入白鑊，唔使落油，用最細火慢慢炒，炒到豆皮微微裂開，聞到一陣焦香嘅豆味，咁就可以熄火。到呢個動作叫做炒香，可以將黑豆嘅補筋力量激發出嚟，同時撳低佢嘅寒性同滯氣，唔傷脾胃，營養仲更加容易煲出嚟，同俾人體吸收。炒好嘅黑豆到你可以裝入玻璃樽備用。既然黑豆要補骨，最好就係同骨一齊煲。我介紹一個黑豆杜仲豬尾湯俾你，你需要準備炒香嘅黑豆50克，到杜仲15克。杜仲係強筋骨、醫治腰脊波痛嘅聖藥。你去中藥材鋪買嗰陣，會見到佢係一塊塊樹皮，拗斷佢會有白色嘅絲連住，呢啲絲就係佢補筋絡嘅精華。再加9幾10克滋補乾煎豬尾或者豬脊骨300克。豬尾含有豐富嘅骨髓同膠質，以形補形生溫3片驅寒做法。豬尾斬件，先飛水去除血污腥味，都將所有材料放入馬煲，加2公升水，大火煲滾之後轉小火，慢慢煲1個半小時。煲好之後你揭開蓋，會聞到一股好順口嘅豆香同肉香，落少少鹽調味就得。呢煲湯特別適合嗰啲成日覺得腰酸到直唔起，行路對腳浮浮冇力，坐低起身要扶住嘢嘅老友記。1個星期飲1次，你會慢慢體會到條腰好似多咗一條內置嘅腰封，承托力翻晒嚟。到目前為止，我講咗桑寄生係由內到外幫你驅風濕、潤滑筋骨，黑豆喺幫你打好個五氣地基，增加骨頭密度，知道。但如果你嘅關節軟骨已經磨損得好緊要，一喐就咯咯咯聲，一蹲低就起唔翻身，咁你就仲需要第3樣嘢去直接為關節補充潤滑劑。到呢樣嘢亦都係我作為一個食家最中意嘅食材之一，就係牛筋或者豬蹄筋。中醫有一個好重要嘅概念叫做以形補形，以類補類。牛筋同豬蹄筋到本身就係動物身體裏面最強穩、最有彈性嘅筋。你要修補人體裏面乾燥磨損嘅筋，最直接、最容易俾身體辨識同運用嘅材料，就係來自動物嘅筋。呢啲蹄筋含有極大量嘅膠質，進入身體之後經過消化吸收，會轉化為滋養肝血、充盈關節滑液嘅物質。你可以想象你個膝頭哥裏面嘅軟骨度，就好似2塊機器零件之間嘅膠盾，用咗幾十年，塊膠盾已經磨到薄晒，甚至穿窿，所以你一活動骨頭就直接摩擦骨頭，點會唔痛？到蹄筋裏面嘅膠原蛋白硫酸軟骨素，就等同於俾你塊膠度嘅原材料，身體可以用佢嚟修補磨損嘅位置，重新增加關節嘅潤滑液。現代醫學好推崇嘅葡萄糖胺，其實天然食物當中蹄筋就係一個極佳嘅來源，但蹄筋有一個問題，佢好難消化，而且本身冇乜味道，煮得唔好就會好穩，所以你一定要識得點樣配搭，既要令佢容易吸收，又要令佢好味。到你願意成日食，我嘅私房秘方係花生木瓜煲牛筋湯，你要準備發好嘅牛筋或者豬蹄筋200克。如果你買乾貨，都就要提前幾日浸發。如果想方便，可以去痛肉鋪或者街市放新鮮或者急凍嘅發好牛筋。花生50克，要提前浸泡花生健脾養血，令你製造乾血嘅工廠有足夠原料。到半生熟嘅木瓜半個，木瓜一定要揀半熟嗰種，因為佢含有天然嘅木瓜酵素，可以幫你分解蹄筋嘅蛋白質，
令佢更容易動筋絡同吸收。同時木瓜本身有舒筋活絡、化濕和胃嘅功效，對於關節僵硬嘅人特別好。再加一角陳皮，理氣化濕，令成煲湯唔會滯，生光三片。做法係牛筋切塊，先飛水去除腥味，瓦煲裡面落2公升水，首先放入牛筋、花生、陳皮同生薑，因為呢幾樣嘢來煲，大火煲滾之後轉小火，慢慢煲大概1個鐘頭，直到你攞筷子篤下啲牛筋，覺得佢開始軟爛，呢個時候先至將去皮切大塊嘅木瓜放入去，再繼續煲多半個鐘。木瓜唔好太早落，否則會溶晒。煲好之後落鹽調味。呢煲湯嘅湯水好濃郁，但一啲都唔油麩，啖湯已經包含晒膠質同木瓜嘅清甜。飲完1碗，你會覺得個胃暖粒粒，連續飲幾次，你會發覺上落樓梯嗰陣，撕到膝頭哥，冇咗以前嗰種剛舊嘅摩擦感，活動範圍都大咗。聽到呢度3樣評價嘢，你都已經知道晒桑寄生去風濕補肝鎮、黑豆壯骨補骨水、牛筋補充膠原潤滑關節。你可能會問，係咪3樣要一齊食？你可以隔住食，例如今個禮拜1、4飲桑寄生蛋茶，禮拜3飲黑豆豬尾湯，週末煲個牛筋湯，互相配合，唔會太頻密，蘇身體又有時間慢慢吸收。但你要記住，食療係慢慢調理，唔係食1、2次就即刻變超人。只要你肯堅持1個月、2個月，你會喺某日行路嘅時候突然發現，咦，點解今日行咁耐對腳都冇投訴嘅？嗰種驚喜就係身家回報俾你嘅。不過如果你以為單靠食就可以解決晒所有問題，咁你就捉錯用神啦。食係幫你提供原料恢復功能，但你仲要識得用腳嘅智慧。好多老人家一聽人講行路好，就日日朝早去公園死撐行1萬步，行到滿頭大汗膝頭興爛先肯停。到呢個係好危險嘅行為。你要知道你嘅膝頭軟骨已經磨損咗咁多年，就好似車胎已經光晒頭，你仲去高速勾車，結果只會係突然爆胎，鐵底玩完。中醫講久立傷骨，到久行傷筋，凡事過咗火位就會傷身。晚年運動最重要係適度2個字，每日揀朝早或者黃昏太陽唔猛嘅時候喺平地上散步30到40分鐘就足夠。試到行嘅時候姿勢要挺直，唔好耷低頭，步伐唔使大，慢慢行，感覺到自己身體微微發暖，呼吸順暢就可以唞嘅時候，可以輕輕拍打膝頭周邊，促進氣血流通。呢種帶氧唔劇烈嘅活動，反而係對軟骨嘅最好保護，仲可以吸收陽光，幫你身體合成維他命 D， 幫手鎖腦。講到最後，我想同你哋講啲心入面嘅說話。我見過太多人年輕時好風光，到老咗，因為一對腳唔掂，被困喺一張椅、一間屋裏面，整個人嘅意志都磨滅晒。仔女嚟探你，帶你去飲茶，你話唔去啦，我腳痛，都費事麻煩。朋友約你去旅行，你話唔得啦，我行唔喐。久而久之，仔女習慣咗，唔叫你，朋友都唔敢再約你，你嘅世界就只剩隻間屋同埋電視機嘅聲音。其實你拒絕嘅唔係一次飲茶、一次旅行，你係拒絕咗你嘅人生。保住對腳就係保住你嘅自由，保住你做人嘅尊嚴，能夠自己照顧到自己，唔使睇人面色，想去邊就去邊。到呢種鄧壇先至係真正嘅晚年安樂。所以如果你聽完今日呢番說話，都想同我一齊下定決心，由今日開始認真對待你對腳，想晚年繼續腳骨硬淨，都唔使坐輪椅，唔使連累仔女。我想邀請你做一件事，請你去到下面嘅留言區，好堅定咁打出4個字：行得走得。呢4個字唔單止係一個口號之道，更加係你對自己身體嘅一個承諾，係你對自己尊嚴嘅堅持。你打出嚟，我睇到其他咁多位老友記都睇到，我哋一齊喺度互相見證，互相鼓勵。切到當你有一日想偷玩唔煲湯唔散步嘅時候，你諗翻起自己打過行得走得，你就會有動力繼續落去。最後，如果你覺得今日分享嘅桑寄生、黑豆、牛筋呢3樣評價、養生法同埋保養雙腿嘅心法對你有少少啟發，有啲幫助，請你順手幫我呢條片點個讚數，並且將佢分享俾你身邊嘅老友記。
或者係你嘅仔女俾多啲人知道。強筋健骨根本唔使花大錢，健康嘅晚年可以靠自己嘅一雙手，同一個瓦煲就建立起嚟。未訂閱嘅朋友記得撳一下訂閱掣，順便打開埋隔黏個小紅燈，咁樣你唔會錯過我下次同大家講養生、講生活智慧嘅內容。好啦，我喺呢度祝願每一位睇緊呢條片嘅你膝頭有力、腰骨挺直，日日都行得走得自由自在。我哋下一期再見。